大家好，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我係希莉。Uber 宣布收購本地網約的士平台飛的，只係體現其致力促進香港的士業發展嘅承諾，並為的士司機創造更多經濟機遇。Uber 強調收購之後，飛的將繼續如常運作。現有使用飛的或者 Uber 應用程式嘅司機同乘客將不受任何影響。Uber 直至而家仍然未提及收購交易作價，僅係指出係次收購係 Uber 持續投資香港的士業重要嘅里程碑。收購合作將進一步彰顯公司對香港市場嘅堅定承諾。Uber 香港區總經理鍾志廷表示歡迎飛的團隊加入。Uber 喺未來日子透過結合飛的嘅深厚本地專業知識與 Uber 領先科技及營運專長，將會協助司機拓展業務，並繼續為乘客帶嚟卓越嘅出行體驗，加快推動的士行業整體發展。飛的喺2013年推出，創辦人 Simon 蕭聲稱，飛的至今已經發展成深受數十萬用戶信賴平台，同 Uber 合作能夠借助對方嘅全球技術優勢，確保本地的士業持續創新同蓬勃發展。翻查資料 ，Uber 曾經喺2021年8月收購本港另一間網約的士平台 Hong Kong Taxi。一直分開兩個 App 獨立運作，而收購4年後就喺舊年4月 Hong Kong Taxi 停運，並邀請用戶轉頭使用 Uber 嘅的士服務。當時 Uber 形容可以俾司機經 Uber 接觸到更大嘅客源群組。傳統的士業界相信，飛的今次被 Uber 收購後1-2年內亦都會停運，擔心屆時網約的士服務會被 Uber 壟斷，乘客同埋司機均失去選擇。飛的同 Hong Kong Taxi 同喺2013年成立，為本港首批按標收費網約的士平台。現時飛的乘客可以喺抵達目的地之後，以現金、八達通、PayMe、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車資。call 車嘅時可預先選擇隧道同各種車型，亦可以要求的士提供公司價85折車資優惠。Uber Taxi 成立初期只係提供包車價，但係近年已經陸續引入本地網約的士平台功能，包括新增按標收費嘅選項，以及同時可以要求有85折優惠。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副主任梁達壯話，飛的現為 Uber Taxi 以外本港最大網約的士平台，平台採用會員制度。司機可藉住交會費同埋以1蚊1分買分充值賬戶嚟換取優先搶單，通常每單扣5至8分，但係有時亦都有部分單無需扣分，意味司機唔會被抽佣。相反 ，Uber Taxi 平均每單抽佣5%至10%，但係勝在訂單量多。由於 Uber Taxi 包車價按需求而定，難言飛的或者 Uber Taxi 收費較高，大多數司機都喺呢兩個網約平台接訂單。梁達壯慨嘆 ，Uber 收購飛的對的士業而言，猶如白牌車同截頭黨一齊做世界，擔心日後飛的停運之後 ，Uber 喺定價上就可以為所欲為。的士業界寄望八達通啱啱推出整合的士車隊同埋普通的士嘅網約平台 Call 車2，能夠令網約的士平台維持有競爭力，長遠保障消費者有多種選擇。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歡迎留言。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我哋下集見。